年纪轻轻的严艺文总是超龄的饰演母亲角色，可能觉得我身上可能也比较有客家妈妈的味道。那平常还有没有学其他的客家话？饰演客家妈妈，广告中这个桥段让她特别有感触。好不勉强，不勉强。现在年轻人还不勉强，他就开始狮岭艰难，明天喜路。对，这是我们其实应该是讲现代人最常接触到的客家话。捷运广播，没错，就是在捷运上，你可是都会，连外国人都会讲啊。身为客家女儿的她，因为常年在台北，一度连母语都说得拗口，没想到能在工作中找回自己的语言。现在拿到剧本，然后开始老师教你，我们都会有老师教我们说视线的口。从暗度后我又开始回来，就开始教。我自己讲的时候，我把它转到海陆去。我觉得这是小时候潜意识的那个。可是你那一刻，你有没有自己觉得？有啊，我又回去打电话给我爸爸说：“哎，爸爸，我客家话好像有点回来嘞。”严艺文骄傲地分享着，更喜悦的是和父亲之间感情更浓密了。都很故意，比方说明明只要问他一句，可是你知道，只要有人跟他讲客家话，就非常开心，我就故意问10句。然后他开始发觉说：“哎，我开始会去讲客家话什么？”你说他有多开心？他老人家有多开心？始终惦记着父亲的那个笑容，有着莫忘本的期待，就像自己在广告中对女婿怀抱的同样心情。喊电影响哦，喊电影响哦，对对不对？然后他的意思，其实如果你要翻成字的话，就是说很得人疼惜。那你可以讲就是说很可爱啊，很讨人喜欢。再一次，对，喊电影响哦，喊电影响哦，对不对？对，真是最大的收获。身为演员，透过作品完成了自我的追寻。喊电影响哦，喊电影响哦。